Hello，38地產 Kenneth，今日嚟到長沙灣嘅悅雅，係一個開放式單位，面積係173尺。想體驗一站式購物娛樂？請訂閱6Stephen 直播。想喺九龍西區揾上車盤嘅你，一定唔可以錯過38地產嘅頻道。鍾意睇試食同埋自我提升嘅影片，就要黐實一路升呢啦。想同深水埗嘅街坊互動，請加入深水埗關注組。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哋創作嘅原動力，期待喺線上線下同你見面。由雅士圖發展嘅悅雅係位於元州街310號，係2019年入伙嘅。附近都係民生地段，轉左手邊去長沙灣地鐵站，大概4分鐘。樓高9尺。好，咁啊，原裝嘅智能密碼鎖啦，咁啊3星啊嚇，咁啊呢一隻咧就坊間講嘅納米單位，咁啊睇下係咪真係咁納米先。咁啊呢一個茶几位咧，其實通常一般咧就會擺呢個鞋櫃嘅，咁鞋櫃上面咧可以擺啲鎖匙銀包啦。咁啊呢一個位咧就係雪櫃位啊。咁啊嗱，雪櫃咧就算係大個㗎啦，咁啊通常細單位咧都係一個即係好細型嘅雪櫃，真係酒店式嗰啲雪櫃嚇。咁啊有埋微波爐啦，咁啊洗手間咧就趟門嘅設計，咁啊都要讚一讚個發展商嘅，咁啊算係咧啊洗手間咧有窗咧有浴室寶咧，算係即係有啲良心咁啦。咁啊，沖涼嗰位咧都係玻璃趟門嘅。咁啊，開放式嘅廚房，係啦，呢個大眼仔嘅洗衣機啦。嗱咁咧即係活動嘅空間咧，可以講話呢一個正方形位啦。咁啊，張床咧，如果要擺4隻床咧，就大概擺到呢一個位置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就係都係算係比較實用啦，起碼都方正啦 OK 啦。咁啊，可能發展商咧考慮到個單位咧，真係比較細啦。咁所以咧，開嗰個即係玻璃咧，又開得幾大喎。起碼咧，成個單位咧就細得嚟咧，就唔會話好局促，一大片嘅玻璃。咁啊，呢個單位咧就喺高層嘅位置，咁啊望出去咧，個山景都 OK 嘅，都幾即係舒壓咁樣嘅。咁啊，始終咧就如果細單位咧，仲係好即係視野好擠擁咧，咁就會可能有啲壓迫咁啦。好啦，我哋睇到呢度，下條片再見啦。